人吼思维有只非常，该出身体是出身体啊，对啊。人多数人他们想该为所喊就该嘛，对啊。该为所是讲，特别最硬那些做硬那些可惜嘛，该硬天你话喏，你不用去放就没办法的，因为穿了10分钟已经搞了东西的啦，对啊。特别猛因为搞上还来搞啊，对吧？穿东西，你看哟。特别为什么变成放屁，跟起油就怪怪的，还是么子开始长个老去冲进老去尽力困难，你那东西都倒水，你这个是会贵啊。佢係台灣濕地保育協會嘅發起人，係台灣非常有名嘅水草專家，係台灣最早保育特別插怪。來推廣人工濕地嘅人，係兩隻華人小女孩到山村嘅石莊頭睇貓步，卻嘅出身體，未記住聲音搞水草，哺乳台灣濕地生態嘅水源頭。你露出大空嘛，香。你水墨类是可以放过。你有經歷過，全部經歷過。全部經歷過啊，你冇法度。你俾你放到，你冇法度咧。出金睇嚟啊，主要就唔係吊水，我奶手摸啊，你靠起去吼，我總是來，晚上起來嗌白馬沙。你查超唔啲白馬沙，白唔落。你打算放幾條啊？你年咯。年的呢？係啊。年生意啦。係啊。主要是冇水冇自己幾時當家啊？你草面咧要配啊。係啊。草面我拍長呢，拍長到了不來。你年講就年冇自己還是實係。陷阱，注入錢。呢位就吳尚樂，定2018年到佢係幾個學生呢，利用台灣水利會嘅會港田，強下打造起來嘅和平濕地生態農場，係佢哋台灣濕地保育協會新成立，拿來做環境教育嘅基地。
还因为了解10年来，佢就设伫全台湾教育认识水草哺育实体，所以设计的人全部为准请佢田中博士吴先生。还记了下，就当地个为土人的新用品设计大学上课。稻田看得到什么？它是水稻田的附生植物。水稻田的附生植物呢，大部分分到3节，我们讲的就是我们讲野石菇啦、鸭舌草啦，还有线叶石菇，就是瓜皮草啦，这些这些都是属于在水稻平地水稻田看得到。山区的就比较特殊啦，那就比较特殊。还有什么？其实吴先生除了伫了为教，然后同时还伫土人的八德，让南县社区大学美育开课，都经到10多年嘞。培养出来的学生呢，又慢慢到界，咪下来强下推广实体的服务嘞。从了负责主持扶贫实体生态农场的入教练就系。好，刚刚教员招呼的那是万能科技大学，当然他们来到这边，每个人的诉求、想要知道、想要看到的东西、想要学习到的东西都不太一样。但这东西并不是他们来到这边，这东西永远存在，维护管理是最重要的哈。这野莲就是这样子啊。野莲这样不能吃吧？不行啊！哎呦，什么？啊，那种它干嘛？又不能吃。没有啊，它是食用组的，不是的？它是食用组，我是好吃族的，我姐好吃族的。它的始祖是鬼莲嘛，这第2代，鬼莲第3代是黄台湾莲，第4代是红莲呐，还可以吃。社区大学的下晝，吳先生帶學生呢，到高雄熱上動物保護區去了解佢哋了為所服務的台北茶怪。台北市富裕區就在這邊。我在90年度進來，那時候還沒有列為保護區，這屬於是戰備池。這個是被印留下來，當做那個富裕區呀。94年申請，然後100年才說可行。那可行都被全部破壞完了，這全部都垃圾了啊！這邊這個草都空的，所以進來的時候，那台北市花只有聽到聲音，聽到一個是有一個台北市花的聲音，然後就開始把它再做復育，就開始植在這個，因為在社會裡面呢。了為全台灣面積最小的熱上動物保護區，土人高雄的73隻鼻通，實際點隻貢獻太安穩定。本來係台灣池內水公司將三門水庫受到真正的破壞，第1960年完工的暫別鼻通，後來因為疫情冇使用到，才變成熱上動物天堂。地圖最珍貴的，全目前由吳先生所土的台灣實體服務協會，當地了為服務的台北茶怪。吳先生講兩種怪，當然會看到江市鄉雷公就會走出來，所以客家人含記得安樂雷公怪。更用是服務呢，因為記得做得講，係台灣目前數量最少、最危險、會切體的其中一種怪咧。所以根本日，佢就來加強主動雷公怪，除了為最大天鐵雷。希望本雷公怪有一隻好康、好踏實、又安全的環境。阿爸吼，怪，你咪按只注意點哩嘛？哎呦，按做嘅做耳機怪合得，然後按落去愛，你咪按緊愛去愛呢，冇呢。因為兩個按作起到個地方按簽吼，個米郎簽按作起，你啊你條偏啊，特別冇偏，你立當簽啦。冇按做唔得啦，冇按做吼，出去是體。你要下當了，你要個水蓮巴咧煮人哦，呢個麵當咧，下巴很做一個，個梨款唔到啊，梨你個大個金款個按個草啊，個水草啊，炸雞呢，自動機啊，冇幾好，哈，用飛揚機衝用，燒啊，個日本啲自動吼，因為佢用木煮花的嘛，所以就咩啲東西咩幾舊是，反正你冇見變做唔得啦。你匍匐啦，為啲現在講，因傳按動，喺像喺做嘢冇傳到有東西咧，或者為事啊，會嘢呢？因因為生立ทับ本，一個睇嘛咯，一時間糖。
香港的吴先生老雷公怪认真，介绍转到为30年前，佢并在台北做了19年的天然瓦斯工厂，转到故乡介下来讲起咧。那三样特别讲呢，路行都懂那个表楼太阳，是那个两滩个工业区个淡薄个3天，行人下来，还帮我堵到，我你做啊，叫我做怪啊，做嘛怪啊，叫我那么个，我打开看，哇，那改用暗酱咯，我看暗酱咯，我该做嘛，个不应该。本凉时候个蛮热嘛，甲食安内个是，叫个热食吼，甲凉时热食呀骨头嘛，感觉安尼，足黑哦，足黑安尼。哦，还是想到，因看到怪是自己就有感情用的啊，哇，我紧看怪紧食，咁就紧的吼，看到这安食怪，我唔得去骂东西啊，我讲唔好啦，甲遐记者个不爱啦，伊壮良讲啦，伊讲系个通不啦，伊讲系怪。讲记者讲，好啊，冇你半年啦，通不啷个大全呢？吼，我也系做过，我含摆做，人个痛地哦，我睇人嚟做，就好啦，个 NMD 啊，个那你唔只做呢当场呢，慢啲，那做呢冇乜系好失皮啊，现在那个像喺见面佢唔会，因经常喺怪，特别因做怪啲，做个冇会调整嘛，见面佢唔会调整，慢啲，我做那些，比如听讲村里家庭。你家人不就想村落家庭的啊？哦，像人家是当伯父，咩当好来看，紧看，摆咧，这问题来咧，本看礼拜，好啦，你当听啦，几十万个，哈哈，听那当来呢，听那几十万个，叫都唔是吃了，唔是忙子啊，叫都唔得10万个，你价位呢，打到木星唔是，要么打死体唔是啦。我在吴家时，我跟了这个台北市发跟了12年哦，所以我很了解这个台北市发到底他今天出来是要做什么啊？要和谁交朋友，我大概会很了解他哈。我们的右手这边哈，我们有请吴老师从吴家时间带了几只的台北赤蛙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接下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哈，那12点多左右哈，你们可以到我们附近的保护区，我们会这边等你哈。我们可以直接进来我们保护区，我们带你们看我们一些保护区的一些营造的情况哈。大家有问题可以现场。吴先生为了伫高雄保护区服务雷公怪，另今年记者协会日前伫采体的高雄提起推广，希望有采体人来保护采体的雷公怪。其实雷公怪过去伫台湾平壤应该算还蛮普遍，但是因为农业开发和农药污染的关系，数量越来越少，所以早早就列入台湾珍贵稀有的保育类动物。尤其是突然提起，从了第两滩工业燃气，却30年前吴先生头一摆看到雷公怪，夹到3派天的素材。嗰是从第下东西按正按倒，反正呢润毛球啊，因为个后尾个两滩工业其实开翻的啊，开翻以后，因为清清无人呀，几啊个了会散奶全部吞淡袂去，所以个鼻通吞起当大手。就是跟宁古山下板拍的呐，哦，搿就特别有只，因为3天呢，一拍3天，差不多2、3分天了搿地度。但是金吞还是上快的，搿金吞之后还是教他们来做，还没得去做。本来做60只就强啊，说溜到30只都搿地度。啊，帮们还没得还是顺，加些唔晓得是跟是看唔到，除非佢搿特别讲搿水调都有碰撞，韩国去挑门看到点啊，我其实点看唔到啊。也唔得去忙是唔呀？今年的蛙类晚上刚刚听的声音全部都在这一带，这一带到后面去，而这边呢变成一个梯田式的一个结构，这梯田式结构就是当初这个蛙类的栖息地，专门是都在梯田的一个它的环境的因素下，所以文献做的话也是模仿回去，模仿去看今年到明年。吴先生俩所讲的模仿的3派天。其实就30年前，佢哋两滩发现当到雷公怪，夹到3派天。该两是工业区当地嘅屯内，含佢为了侵怪、救怪，和当工业学雷公怪叫上。因为地公就会是帮忙谈啲叫，然后只系戏咪唔定一种
按家呢，就嘛来有怪枝啊、吊枝，用钓个水流对，马地系几条的时呢，只只棍尔，而且我只棍，把咧那是地啦，个顶下咧学个叫，会发情来进行啦。俺地蛮叫，所以佢落个认转啦。俺吃啊都袂落水啊，落水时俺就姜个录音机倒落水，俺就下去炸，吼，地实在个地个东西按下啦，就按着困难了。写来错9分都动不出来啲啊，个一下动不出来吼，个是摆下去，红红换去咯。个下半日看个3海点用袂就像又嘛痒的，个你讲法是有痒的啊。种很奇怪的，明明是有痒哦，但是会疼痛哦，但是冇可能忍哦。刚刚你紧眼嘛，哎呦，把动物水又放起来，种那用，啲人叫冲群用茶用很下茶个系啊，你是人讲个散档，个唔去哦，按叫琴片啊，我做乜啊？俺唔叫做乜噶，就按叫琴片啊！你摆了啊吼，嗰啲讲很解，很保上你落去炒土，叫当咸哦，叫淡布吼，马些吼，只乌羊啊，摆上摆下，袂听，但唔是可能烟，哎呦，唔敢讲个咸，想讲个，佢想讲，我啦定记在炒的吼，看个保上就讲啲几强啊！佢炒咁樣炒落，炒白芥咯，伊啱叫你講嗰啲，伊是講係啊，講係哦，講個膽袂是安尼，因為俺冇想個膽袂做，因為你想這係些攪動皮吼，你定攪皮好，下袂下點前條，冇個叉子做時下為咗個拉上呢，要錄毛呢，所以俺大概都是付到幾板咋。那个大卫已经拿并存在那个。看耐心的给他找得到。其实老师这个呼吁的很好，这些幼蛙都很重要。要来，有哎，这个就是的。哎对，小小一只。有呢。哦，天哪，还有准备走了，看好像了。哦，你看，按地去做嘛东西哈。我们开始学到咧，都开始忙学叫啊。哟，紧叫紧抢，条是叫唔抢嘅。因为手印嘛，个每上手唔转呢，呀，因手因叫嘴巴嘴同台啦，都流风难的啊。伊个叫是按嘴喊门叫啊，所以你嚟讲了解上奇怪，爱可哦，因怎么咧种因样叫？因叫你躺上是懒上啊，对啊。我跟你讲，你叫这东西哦，嘴密，莫叫按台上。你看，你叫啊，伊叫，要飞啊。哦，你叫会上，佢叫会上。嗯。你吼都电起来，不那么学叫，有没有讲先见个不加水来叫嘛东西？我帮叫，真嘢会顺咯。哟，嗰要摆咧，嗰未落水啦，嗰上咧，哎，莫出嚟。哟，我教人不是忙起叫啊，哟，叫都你马上会飞挨哦，很过么，咁拖动的啦。啊，嗰是台湾不来叫到2点钟咧，乜播台啦，这个来乜个意思？嗰紧叫很多会飞么嘛？我像嗰只怪嘛，真欧巴。明日让喺火上嘅你嘛，啊，这样好，我叫几叫哦，佢叫听嚟村都当袂叫呢，哎，家成咗新功能，新功能，你开始学叫，紧叫嘛有2点人嘛，哦，唔好2点人还忙转不下，还能天嘅，还不用天嘛打，紧叫到啦，狂下来个训练慢慢过来，喊都该啊，我咚叫咧，咚叫咧。嗰所有啲都是还是大汉布啦。南部当然是老去火上啊，今天开始今天从电都用的，杀下班杀之后就闯人出去的，所以嗰时我狂嘅用嘅群舞2点钟叫，嗰是抗体啦，嗰是等於就個都個怪叫，都去火上啊，呀，見火見有意思哦，見有感情哦，呢東西都真是哦，火叫你就落去強下。先那个鸡叫，好，这鸡叫到了。哦，爸爸，这是母蛙呢，小母蛙呢。这好可爱哟。那边绿色的东西，它的叫声是怎么样？它这样子。哦，这么秀气啊！
哎呀，不虚此行了，那硬挖也好了。哦，哎呀，有款都是日本看不起我们，天福寿，难得啊。今晡日，黄先生受到台海南线沙气的委托，准备伫两片放荡球的树那围入生态区。而且做咧写风岩葱老怪的笔筒，所以俩就咧看见用慢的毛豆油打造出一只人工实体笔筒。其实黄先生做生态区，会利用当地的天气、和环境来设计，佮慢慢调整，所以无标准的专业流程，也无设计图，因为全伫跳哪度。像伫遐位，佢就会选上好水路，看水会伫哪位来，哪位出，佮强硬排出一只水窟，落逐条水路。所以遐下，佢就会先买一支会用来出水的竿呢。两位就准备了入水的位所，一条彩体的船钩。3年佢就会配竿。其实黄先生本身就是右派水田师傅，因为佢初中毕业就走上台北，伫台北雅士公司学师。以前是学做天然的雅士哈，是听那家右上，对的，改门一本进心的啊，所以家己爱听这些哈，去训练当家做东西，就讲你重心比心，你做其他东西小按这家心，做这家东西莫按勤才做哦，所以讲你要做东西当有耐心，自己学到的，一直教的。今日我讲看到呢，因为雅士啊、恩师哦，爱师傅啊，让爱台师兄、爱二师兄、第三兄弟。嗰啲我喺看過，佢全部係會乾會硬化，除非當然會好熱，按過了就話會按隻硬化問題啊，嗰時個牙齒要脱，所以80年以後我是轉變，我是去特別濕啦，加上特別熱，韓國所有嘅記錄啦，我要全部要韓國去看看，我看埋東西嘅，看乜嘅行業，還有信息嘅行業，我這會就心想到講，我係隻記錄啦。記錄是哦，我跌咧2-3米轉來啊，佢上叫嘅5件乜嘅呢？水族館，嗰時我是想講好，佢哋一隻統一做得。嗰些時陣加袂哦，聽見是講嘅水族館哦，而賣鵝轉來呢，賣鵝特別按到緊嘅沙溜唔啲啊，賣轉來賣做按即個做張樣唔得蛇講啊，鵝變落去。啊！叫我講嚟講，你表呢？我直接倒落去啊！啊！因唔啲啊，講嘅佢包呢嘅本土咯，因嘅講本土冇空樣啊！啊，水又冇空樣啊！嘅因價位啊，那都是多變變咗，你話講要超話嗰是必須的吧？做好船橋嘅水門，第二層水呢就做嚟英國改片賭場美好嘅水路。按對佢來講，你要做水路做嚟靠經驗。不過30年前，佢轉做水族館嘅時間就冇經驗好靠咧。一開始當冇經驗，但冇經驗冇因為教，因為講教出嚟冇教落實啦，喲，個因為是這硬教好會教咧，所以個確實是有到咧。要最新的設備會驗做下，驗做些還是比較人常，但是佢做到差不多85年以後就縮起來啦，是咱冇怎麼做。嗰時轉到嗰隻天椒，轉到講啊，嗰冇攞下田手，哦，佢講好啦。田手嘛呢，佢做嗰種嘅，特別講下水道前盾機啊，呢哦，咩嘅地下轉提窿，嗰做到我咪習慣講，是河路，是樹山哦，兩樣樹山呢，因為我做斷唔掉，因為佢當起就嗰地下，特別上這樣啦，因為骨頭啊吼，哇，創到當起按濕，因為什麼會酸痛，我做係斷唔掉。所
要全部做起来嘛。这土木好的，也是村头植栽田，表里摆的植栽。你按植栽哈，该草是养养，因为呼吸跟奶浆那边气孔咁 M 黑、偏黑，所以跟奶浆先别走。奶浆你真正的需要给打是有奶油，那个浮动还是天然水走，那紧走就紧线，所以看个需要不啊？啊不讲就按点表水，这个按组织，它有顺行呐，所以讲按错呢抬下看按不能掉，其实来按不能掉。看那个水温的行水那个角度。20年了后，生态区完成。黄先生打造就摘了3台包的水草，准备来切摘了。这只生态区人的碰水的准够水，经过一支埋伫田内下的水管。先跳到一只储氢池来浸点无奈，佮利用浮台链来吸附污浊。了后，水路下到生态池以前，黄先生又设计2只弯，一方面减带水流的速度，一方面利用地图的水槽来加强过滤，让流入太窄的生态池，利用地图的水生植物来强化水质。最尾强化过的强力水又被流转到本来的准沟。做净化水质啦，净化水质个样，可使人咧，它不了植栽，呢就科。净化水质所以咧系乜个？白花水龙，水龙。有点有食草，有点湿地啊，产生个东移来上来啦，动呀。两个来，两位哈，两位冲开了嘛？3块来。我过了种落去啊。3块来，那个会过，那就啊。哦，种了。3块来，我们过呀都得。今天是因为这个刚开刀完的7地，所以它要沉淀一阵子。那沉淀一阵子呢，你看我那水下来都是变成这个水都是浊的，那个是没关系，不要去太紧张，生态不能急，急了就不是叫生态。所以你要按照我们的时间去慢慢进化。今天这一带的话，我们先会做副题。这边呢，今天种的就是我们讲的盐叶节菜。盐叶节菜呢，它是属于是两栖性的，也可以在这个旱地、潮湿地，也可以沉在水里。因为我们准备要做什么？做萤火虫呼吁，这是萤火虫螺贝类最需要的这种植物。所以你要先把环境做好，你才有办法去做下一个动作哈。了为全5无避通，黄先生放入水槽，让雷公怪水主流的基体。汉南县撒去生态区所种的水草，确定了为27个鱼的。你莫不会上强度了？哎，种几粒啊？今天咱们就拐有时候还在复原转，我那点听通不得了，动下听通。哦，咁样听通唔得啦。因为还有拐子啊。对，那等于半个果，对，种就果2块钱，慢慢给你听通。因为种全部消失掉，一点冻种了，那拐子全部都要落出来。其实5无的这避通，做咧讲系目前全台湾雷公怪最重要的栖息地。因为30年前，佢伫台北转到故乡，叫了加湿站，强强为本两滩靠互人气吞吞的雷公怪，却伫了为服肉的。后来，佢天体水族馆到三屯机工厂，转到木下憨憨，都可以甲朋友先去跟太工厂管理仓库。
佢就將就一方面做倉庫管理，一方面開始搞水草撈怪。我都是偷人做唔得啦，你仲要為咗為所偷啊，利用機嘅照先偷按不偷，按當去固定啊。雖然錢冇多，但是至少還小不卡小個包安尼點咧。報媒其實為佇報紙看到該兩市嘅水草專家林春傑出版2本台灣水生植物書，就眼尾就疑難，伊留去買轉來看。嗰啲係拿水草係拿水草啊，伊唔會上嘅。我每日拿咗時看唔錯咧，要出書，就按上網看啊，看下啲草木，個網嘅講嘅300-400種，我咪10種先啱10天啊，幾難拿啥先咯？啊，不過我時常好啦，我個找人家書，我見看半片子，可是那邊冇閒咯，冇出嚟用，出嚟是少看。看幾講機內面咧，咁電框啦，個就機嘅個書寫未2000嘛，幾昂啲嘛嘅，哎呦，嗰時開始樣子親人種，親人些都冇會種，不卡種不當學校都隔壁要緊嘛，因那個阿冇人多，把我們說做唔得咯，就我想冇個樣啦，天才冇人做冇做台馬布好咧，哎呦，就該時人會做台馬布。今天呢，我们来看这个生态池哈，我们要做复育哈，要种哪些呢？这里面今天会种到一个主题哦，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河莲漆属，哪漆属哈？漆属因为呢，这河莲里面它的今半日，吴先生轉到台貓部，帶佢去故鄉嘅小學生呢，伫佢前幾年做嘅生態池來體驗種水草。喺講到水草，其實佢童年的台貓部就開始了水生植物、了動物嘅染類。特別天叫是青多嘅，嗰啲網山啦、樹啦、陽光啦、湯普辣啦，嗰啲就青多啊。所以台灣食好就唔係按不到魚捉蝦媽啦，而且就釣陽光啦，了到湯普辣都冇可能的。cái玻璃骯撞的那个款这样听啊，这没那条路啊没，种下啦吼，种不马了为是，唔当就，唔做为当就行呀。你平常先你做些啊，是当就台家cái条台根水当就，N是农村去咩？去咩个天橋唔對嘛？啊，個腐魚啦，燉天橋腐魚啦，唔對嘛？我講唔能要慳咯。人家個台根都水當就行個做些，N實在捱咯，頓轉去咯，對啊。講嗰條水生植物特別小事哦，N 這邊都5、6年生去學掃草些卡咩？不然嘛，或是N唔教錯啊。有個東西全部從嗰學出來掉啦，喊到嗰個陽台草全部都去嘅，N唔教得上嗰這樣等於開發，啊本台語嘛為是用緊掃了冇掃共樣啊，你說掃緊掃的，你話該做下我掃的咋？這樣該會適配啊，所以落去掃的，喺度掃草。可是最好是就按樣慣樣上，跟住講嘅樣樣，可能唔咁得，唔從要知道係情感主啊，你唔好講全部來做到睇啦，你啊，你我時間今日係幫我溜掉電機啊，佢這方面嘛，為時間我所以個發覺鳥樣，大家咪講啲從啲咩乜嘅東西掃掃發覺，其實唔係跳啊，個咩講唔做唔係想，係是滴我係用到時啊，對咪講啊，寫當讀書人嘅時候嘅呢，好教水啦。搞那嘢啦，人家說講個天啊，去做火湯，看唔得做，佢來燉水落去做下工，就叫那當菜。佢唔係講東西，那叫做好教。除了安因，吳先生講佢從細就唔讀書，當日跳上電腦，念沙打怪搞跳網，食材太熱嘛，食材家爸當日做來打。係唔驚痛，唔驚苦，咪唔驚難，就想會搞誒。見樣板人又會想辦法搞到。最後來佢轉到台貓部，熱心想會種水草，強人下困難，下苦咪唔驚。咱們看些咪看慣咯，樣板咧種啊，可是啊，某個天橋是咩？是可以去加上可以去，又不馬長嘅，加上轉到講，冇事咩下排發掉。最後佢種乜呢？專門雲南埔前個蓮花，種滿球蓮花種這樣，建莊園藝術上嘅，因為我主我當叫佢嚟，車到湖在那車好滿天，
该爱上毋是看到用，该连霸中奖，真正要找家有联谊。哎哟，太多的差，中到底看嘛个，甲大家是看的连霸奖，大家人来翕中，反正甲台湾专门查了这样子啊。因为教师专门走台湾时间紧走啊，那都紧到。之前是忙到个天就都种，就是个天卜上个啊，卜本来特别去种菜啊，俺就没种俺嘛菜人，反也冇冲起，全部不冲起下头，还是来打开来做酱，只开始卖喷呢，卖啲夹板咁喷呢，只一喷种，哎，那全是个种，哪能在种。哦，该些就开始就到落台一步是照先按不了去咯，啊，该咪冲到负责上工冇办法呢。因为该东西这么奇怪，大白是走2点钟，转到4点的，等下7点半就上班，哪有睡呢？只知道那个时候很忙，不知道忙什么。对啊，后来有一天跟着他回去大马湖，然后看到他在整理他的小朋友，他都讲那小朋友水生植物是小朋友也很多，然后我就在上面晃啊走的，就有人跑过来跟我聊天，他就说：“那个你知道吗？那个人哦。”好像是个神经病，是个笨蛋一样。我看他从早到晚都会在那里出现，然后他就在那边讲，然后我就跟他笑，我说不好意思，那是我爸爸。对他真的弄到很晚，对啊，他都不会在意旁边有谁，他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我们平多以后，俺是退迄个网络公司呢，佮手的服饰，俺平常时春的时间是开始慢偏做的，佮是做发胶的啦，佮是。专门做发胶咯，因为东西有嘞啊，哦，可以去点的呀，总共有架不点的呀。那我们的蝌蚪就要放在水这个地方，让蝌蚪这样游进去里面。拿了就往后面，好，来这边。今晡日，黄先生老会到协会的职工来到小李国小的高琴会场，为大家的声音，强下来丰饶沙起实体的生态。还去从安尼做学校推广做实体生态，做咧讲未伫做志工开始的。啊，学校讲，哎呦，冇安尼啦，吴先生讲，你系要安尼在省纳掉了本来好教授好用啊，个好啊。叫我冇个随时本意种啊，你来保障啊。叫我嗰是冇钱哦，我咪讲好啊，乜个会记好呢？佢做事又好，当做50只学校呢嘛，冇钱来呢。跟他有去几次，但是我很意外的是，只要当吴老师一下车，不管高年级、低年级小朋友一看到他就先喊吴老师好。然后还有当那个吴老师在旁边在整理基地的时候，学校的水池，只要下课时间，小朋友都会围过来，就会东摸摸西摸摸，顺便问吴老师说：“这个叫什么名字？”然后有时候会问说蝌蚪可不可以抓，但是我们都会宣导，就是说我们只要眼睛看就好，不要抓。爸爸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些废弃的或者是长蚊子的长胎的，全部都把它改造过，让小朋友能够很轻易去接近它。吴老爸就是要让小朋友去接近那个水的东西，让他去摸，让他去认识，因为要摸才会知道是什么东西。等一下你要放的时候，要把它打开来哦。打开来的时候，你看这个就是出来了，对，这样吃的是白蟋蟀，它比较活泼。只要你放出去，它跳跃给你看，它跳很高。好，我们在复习一次哦。老师说为什么它叫白蟋蟀？哪里是白的？腹部。腹部肚子是白的。它可以跳多高？比它的身体多几倍？25倍，所以要盖起来。有时候他在客厅睡觉，睡一睡会突然讲话，我就心里想，他就在讲水生植物哦，他就是讲说，这个水生植物要怎么种，然后怎么去分配。然后怎么摆？我心里想他在跟谁讲话？他已经真的是连睡觉都还在想他的水生植物，那是非常重要的小朋友。我们这些活生生在他眼前，他都不理会。那我就说怎么会这样？我们又不能去叫他，就听他把他讲完了他就好，他自己脸会有笑容。我说哇，真的很佩服，做梦都会笑。这句话真的就是这样印证。这印证东西让真做那东西做在水草做了都好搞，开始慢慢的透出来咧，透出来就都撒回去。到这撒回上个，咪上讲，一几条草呐，营养半因，到撒回因又按样来，生发又相关，人哋讲一水草是不进化水质，人开始有两种嘅方向，有人走过去下出来研究咧水草进化嘅过程。
讲的。我这本来把动态地是原来那个硬啊，这东西溜墙溜到安尼，然后是咱来搞，溜墙的作用是摸起，专门溜墙。列位在5线上定2004年，为了强化竹东的生发欧洲水，佢配合新港大学教授的规划所做的第一则人工湿地，同时为台湾第一则新港的人工湿地。2002年，还得到行政院共享工厂品质奖的第1名。所以近半日，佢就带领3期大学的学生来了解上课。其实做2则人工湿地以前，佢研究水槽样板强化水质，已经花费7-8年。唔但将7家种水槽来实验，还亲身照片台湾西部北台污染的河坝，当讲去看马界水槽会生伫马界污染的环境。还其最先之外，就7度8度的基隆河。cái chim cái chỉ lúc bắt tuổi tắm bởi vì yêu khủ nè, sự phải sập yêu à, anh sẽ yêu là anh hô bà hệ anh, ngay từ hang là cái gì chắc chim tham nè, anh cái xuyên theo từ cái chim tham cái khoản à, cái yêu hậu cái chim tham yêu水槽啊，yêu水槽，cái yêu hang của đó是，佢被卡到cái nè，卡到cái是點點啊，呀，那你睇佢曬下些，即蝙蝠，我們看到喲，嗰位水槽上特別正，佢yêu hang到cái，本個水槽拉起。啊，cái bên chỉ số đi過些，點則是唔係要悠閒啊，是冇個要冇鋪嚟啊。看到安錯，當時想到講，哦，原來你水槽嗬，我用水槽嗱佢拉人機，又佢唔係聽水仔哦，你睇曬氣叫牽落嚟，牽到個水槽呢，個入個膽背哦，牽廣呢，但係尋尾一看，個烏雲冇睇氣呢，啊，同個烏睇個馬仔裝咯。你條緊曬，哦，變到嘅營養分是用嘅水度，樣子就等於好。所以個清淡、個養分咧，個水槽啊，特別正呢，安講嘛，嗰是表示幾有配，哦，剛才是比較認想的。啊，所以我們從剛才前面到這邊呢，就走完一站，走到這邊後，水是變成這樣子的，就是回歸給我們頭前溪回哪裡去？回到竹北當自來水廠。啊，不变自来水厂吃的哦！呀，大家都吃过。自来水里面的水啦。哦，这样很干净。自来水厂不见得那么干净哦。到了基隆河，後來佢又繼續看了北部的淡水河、南崁海、頭前海、中部的台都海、蓄水海，還有南部的宜人海、到高屏海，8條受污染的河壩。所以韓國以後，啱啲講啊，原來而家接觸嗬，你水頭、水毒案、然後水煤，有3種嘅排法冇共樣。我是落去做那部可能嘅5架次類是開始嚟滅。突然間我做5年做第一轉，你潛水槽，有啲你罰3年，嗰就8年去呢。罰8年，人都到講，哎，不卡嚟講啊，冇得滅隻去看啊。我說別個隻，該不卡該隻10隻罰的，10隻罰的，啊，找我特別按想啊，按起來去看，按第二轉看做得冇，結果又好喎，咩冇好喎，哦，所以呢水門澳洲嚟講，我就啲講，我按拍，按跌出來水頭到水尾到水東岸，3隻位所那本中央大學，佢當係測水質講，哦，講，哎呀，做又好喎，咩冇好喎，哦，我就推。你推廣了，種係台灣就北台污染嘅水，那種濕質工法來應付佢。5線上講嘅北台污染嘅水，就來自生發、工業、農業、畜牧、油、奶、藻類、然後插類嘅8種污染來源嘅歐洲水。還針對各種歐洲水，又分別設計出10隻工法嘅水池來處理佢。和兩團頭前海人工濕地所用嘅，就係針對生發歐洲水嘅工法。喺佢嘅原理，簡單講，就係北台經驗，深淺，彎口曲口，高大，然後日照日濕。意思就老太自然嘅河壩，總係又深又淺，彎來彎去，下巴高、下巴大、下巴走、下巴濕嘅體現到環境，設計啲兩條水池地圖。利用各種嘅水槽，還有石粒，一罐慢慢經過吸附，
挺脚、鼓励、出球、分解到效法，探讨枪法水节，还有其所对口的保育、复育到教育และ产育的目标。来，你看，它这个节节生啊，节节生很重要。你看，每一节它有，你看它们可爱，它的营养跟着出来了。你看它的叶子像羽毛，有没有？羽毛，所以叫羽毛藻，也知道混立无为藻。赶快哦，冬季越冷越快了，吸附，夏天就完了。它有遮阳和吸附功能。下面的沉水叶是吸附，它上面是遮阳。你看哪个地方它有藻类太盛了，丢进去，过一阵子它就完全藻类就没有了。是啊，就是这个功能。藻类少就蚊子就少。对呀，因为藻类是我们需要。因为藻类呢，它会开始氧化的时候变成酸性嘛，那酸性就是蚊子的滋生场。蚊子不要这个中性的啦，它不会进去啦。那中性里面太多水栖昆虫等着它了。丢到那个里面。另外，黄先生从人工实体最希望的，就是营造出像头摆及做成人家的环境，然后大自然做得和谐共处。所以，佢就留佢所學嘅一件相生相克、嚴重挑火嘅土理，融合住佢所哺育嘅實體生態，製造嘅多樣化，然後台台相傳嘅概念地圖，創造出佢設計嘅一件生態理念。就像佢頭創念嘅日小史，水裡草種地裡轉，草地內種地裡通，讓人認識嚴重草，好少澳洲水唔完全。现在你准备单种去种田啊？你得多样化。咁办法，开始讲任种大样，样种大任，这种系原理，我是来合你生态，然后你种生物，用啥来看？包括你讲哦，你草的功能，你草的生物，这是都个任样这只排曲理解的啦，呀，我种埋草，又埋个生物出来，就用啲任样曲用啥合起来呢？然后这边呢，看起来就是一个太极哈，太极呢，你看它中间是叫 S 叫中道，好，阴中带阳，阳中带阴，但是有3爻的为阳极，所以阳极呢，它是叫做我们讲的过滤功能啊，阴极呢叫净化功能，就阴阳相生啊。这个太极里面呢，它是按照8字真言哈，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它里面的含义在我们的人间会传什么？叫做8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但是呢，我们生态它里面就是要深深浅浅、弯弯曲曲、高高低低、一干一湿，也是用8字，因为四方八卦嘛。那呢，这个文要怎么用呢？这个东西说，到了春天的时候，春烟就烟尾会上来啊。到了夏天是荷花啊，到了秋天是台湾平湖草，到了冬天是满江红啊，是春天夏荷秋田冬红，这4项就等于是我们里面的八卦里面的春夏秋冬。所以讲，我做个太极先爱了推翻成最先爱做，第一只就点么呢？天只就个传过，第3只就个果亮呢。哦，你以下摆一起就个过胸过手呢。哦，我讲南北爱要咧，爱咧欠中部，中部了要做只咧，所以东西南北，但是差只东系忙了。哦。今晡日，黄先生我哋两只5福笔筒卖出一片青狗，完全用生物防治法来治疗位的复修，本水破裂到雷公怪有较好的生存空间。很麻烦呢，你白走问。内外皮啊，你要种台面种嘿。cái người xịt kia, nhá với内皮外皮，都外面地图有水槽啊，内外之分是生物防治法的一种啊。你那时候两毛不多做电动啊，那地图是弄泥啦，拐上轮而潜水液啊。你慢做哈，因为做唔得睇啦，做唔得睇你只会放弃啊。看你顺头，你面当种水生植物啊。呢，像围起来，它就有只特色，横围就可以摆。两只开孔性的是用南回种，但这个草上那些其实自然是分离的，对吧？它个就两边上，那个两边是叫密实区啦，因为密实区，你可以挖的
蛙类繁殖期啊，所以这功法要七三一为差不多，当中内外些吼，这拐是按生物多样性上越好。我但讲你拐摸头啊。高水高奶高到台高到路的黄线上，可能台湾的环境紧变紧快，开发紧来紧倒，世界慢来看得到的水草老怪，你也是当讲是腐肉，还冇天才看得到。所以佢当少，虽然看到有阿蛮多人为天然机做嚟，不过佢很係少，少了的生态为付唔出腐肉就消失。少佢是成人所學到嘅腐肉攝取生態功夫，明白付唔出流傳下來。做文呢還有人呐，做武的還冇人呐。你啊，講出嚟哦，全部講愛腰骨頭，愛骨頭來為蒜頭，貴姓樣這樣聽。還你講愛做狗的當道啊？啊，像这个水龙，它的漂浮性的对不对？它的水面浮浮性，它利用这个水囊当它的支撑，就是它的浮囊嘛，对不对？好，这个重也是一样，这下面都不要，水囊留着就好了。然后呢，它节身，开刀，哎对，开刀哦，2节一段，这也是这样，1节25块，看几节，叫 OK。有靠，这买都很贵啦。对，你看。不用泥土啊。不用泥土。像我哋學嘅水草就3、4百種啦，係怪7、8種啦。但是你沙咧講，哎，就安尼土用嗰條冇錢東西嚟用土會掉咯。所以你結果係做，你結果係唔做東西，嗰時佢慢慢的是自然佢就消失睇去。但是樹又嚟搞，又冇跌hết，但係強的錢冇個冇事好好搞咧。個師傅幾十萬個啊，佢倒水啊。因為唔記得調戲啊，這樣嚟啦。有啲怪東西會做創新哦，然後慢解過條路。有講啥事體創為順，還創為交通作年咯。這裡面大風機動都炸掉呢。咩講鬼是講啥？你用來就英國聽你乜戇啦？戇你冇講到咁啲啊？你當講講，個地頭最強。叽叽嘎嘎呢咯，你頭會走死。cái phá sân chỉ bao chỉ đắc đi cầm chỉ sân cổ sân phá vụ đấy cái tiền你沟通他们做条下呢，安尼就咧初步问佢落实，你做了就问睇你唔实咧，你叫佢落实冇意思啲啊。还有人做人像戇咁樣，專門攞個拐上，馬上試到拐上。做拐係啥愛？啥愛就咪？做拐弄錯肉。弄錯肉。白係啦。我是包冇喺講拐，因為中間講拐事情。我啲拐會先冇人冇。呢條條吼。呢度有條啦。誒。咩條？我香港呢個條啊。嗱，緊呢個咯啊。很多。